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比咱来讲，厝人若有迄个读册的囡仔青少年，若要考试啊，无论讲考高中、考大学，也是月考，做老母的，就安尼用心计较。哦，订鸡、订鸭、订粉饺、订放假，咧甲因囝儿时势咧补听。国情啊，啥物有订粉饺、订放假？你敢知影这有野生动物保育的法律？毋是啦，吼，这咧讲斗句的啦。就订鸡、订鸭，咧甲囡仔补听，讲即句补听。民间有咧流传的言语，但是国情伫字典内底，目前还阁查无。补身体，听身体，听早，身体听好用。尤其毋是干那幼囡仔爱补听，老爸，咱这爸啊、啊，你身体更加爱照顾，毋好讲安尼钱甲欠咧，要互囝儿孙仔，你身体顾好、听好，对囝儿孙仔，就是上要紧的工课啦。总是啊，老母咧甲囝补听，老爸较严厉，老爸就交代讲，读册吼，就爱做字啦，毋通安尼急放啦，做字即句话，原来民间有咧流传，毋过国情字典查无，啥做做字？就是讲吼，若要大家都爱较认真、较认真、较照起工，都爱做一摆，安尼叫做做字。来哦，国情啊，即马要赶紧来办观众朋友的见面会，要报名都爱做字，时间将近要截止啊！哦，意思就是讲大家爱做一摆，紧来报名，安尼讲叫做做字。读册嘛，共款来做字呢，无安尼毛费呢。啊，真正就毛费呢，就是因为吼，课本内底去夹红仔册。去互因老爸看到，老爸煞拍囝，啊！你嘛知影，即马袂当拍囝啦，老母会出来硬啦。讲你毋好对阮囝咧起骹动手哦，我也是甲你吼输赢，恁祖妈是毋放你煞哦，毋通淡仔讨宝，见拜我安尼骂囝，你着安尼啊紧紧讨宝。好朋友，即句话原来吼民间有咧流传，毋过书典国情目前查较无，所以淡遮小故事甲你互相探讨。讨宝就是啥？就是意思讲。你出来进前，讲毋好啦，看我的面子啦，一摆吼原谅伊啦，安尼叫做讨宝。简单讲就是讨看有机会，会当甲即个受责罚的人报落来无？安尼叫做讨宝。啊，老母咧讨宝啊，老爸你嘛知影，册囝册无影，滚仔片就讲较认真读的啦。短短故事就你探讨目前民间啊，阁有咧流传一寡台湾话的言辞。